美国总统拜登做出对在美国的香港人延期强制离境庇护，让受北京国安法镇压的香港人感到了直接和重大的缓解。北京则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对拜登总统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他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反中乱港绝对没有出路，敦促美方立即悬崖勒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年来最大的森林火灾仍在继续，至少有8人失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持续了大约3周的森林火灾也影响了一些居民区，灾难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69公斤级拳击项目中，土耳其选手布萨纳兹苏尔梅内里击败中国对手获得金牌，她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奥运会金牌的女拳击手。乌兹别克斯坦自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提名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参加10月24日的总统选举。美国检方8月6日宣布对2名缅甸国民提出起诉，指控他们谋划袭击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觉摩吞。觉摩吞公开支持缅甸民主派，并拒绝军政权对他的解职。伊朗总统莱西8月5日到国会宣誓就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伊朗新总统莱西就职一消息表示，中方对莱西总统宣誓就职表示祝贺。华春莹还表示，中伊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推动中伊关系迈上新台阶。据报道，随着外国军队的撤离，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大片地区，在尼姆卢兹之后，还攻占了朱斯坎省的行政中心西部利甘。此外，据报道，塔利班武装分子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边境昆都士省中部的一些地区，在冲突中造成11名平民死亡，41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重。